后来继续来看中国对台湾铺设地带的行动有新的态样。美国的智库来指出，中国已经伫台湾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强行设置着钻井的平台，距离东沙群岛的限制，这个限制水域才大约30英里。针对这个代志，总统府冇上新的回应。中国近年来在韩国、日本、我国以及南海周边国家这样的行为，不单单是涉及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违反了国际法律的规范，也严重冲击国际秩序，为区域的稳定带来不确定的风险。中国作为区域间的一员，应该对这样的行为做出清楚的说明，也应该即刻停止在我国在内区域各国经济水域从事非法设置与开采的活动。总统府的发言人郭雅辉讲，中国近年来伫周边国家专属经济区陆续来设置着油气探勘的平台，已经违反着国际法，要求中国马上停止非法的开采活动。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